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快乐！今仔日是2月17日下晡新闻，究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才。台股伫过年了后，开红盘收伫16362点起559点，创下上届冠纪录。但市中表示讲，台湾本地要买德国 BNT 武汉肺炎疫苗，怀疑受到中国阻碍，甚至也讲中国疫苗技术性资料完整，也会当考虑。经济部宣布，讲部分地区工业用水的要求升水达到11%，嘉义到台南对2月开始水量也会减少提供。今仔日是开工日，台股早盘就起超过500点，超过16300点，收盘收伫咧16362点。有分析师表示讲，主要是台积电大起带动规个证券。不过根据长期的观察，台股已经起真济路，头一季可能会落一寡做调整，也呼吁民众要爱特别注意。全球股市强滚，台股封关的期间，外资强烈买超亚股。过年后，台股打开就展现暴起的气势，早盘是红记记，佮冲破16300点整数的关卡，盘中上关来到16350点，是起超过500点，创历史新高。大家高兴啊，新年快乐！散户资金有限的，建筑都是电子股了，就是指数涨得太快了。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个全指股比较重啊。要赚钱还是不容易啊！监管分析师表示，台股大起主要是因为宽达股台积电的股价撑起来，开盘就徛起咧660块的大关，盘中上关达到668块，是起36块，起的幅度搁捌超过5%，贡献大盘超过300点，期待嘛增加到17.32兆。啊，毋过分析师嘛示警，台股已经起真济，第一季无排除向下修正的风险。牛年的一个行情，我们预期都还是偏多的一个格局。不过短线涨多之后，不排除有一些获利卖压，个股的一个走势也会因为财报的一个状况而进行调整。富力哥流动基金甲退户基金是上准台股后市，今年总计有1750亿伫咧台股布局。基金这个时候投入应该也是非常看好股市的未来哈。那全球股市里面应该又以台股是最为这个看起来表现是最为亮眼，所以政府基金基本上也是跟国际上的这个投资的趋势是同步的接轨。台股开起咧16300点的关卡，后一波有机会来拼16500点。分析师认为讲半导体基本面真好，会当带动出口动能真旺，台股长期是起的趋势。啊，不过部分个别股的股价已经真悬，呼吁投资散户唔通一直买。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对美国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讲到桃园病院群组感染事件，也已经全部完成采检了，而且全部拢是阴性的。按算对拜五开始会豆豆啊恢复运作。咱也赶紧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上解释的说明。我们新增了一个境外移入的病例，那从美国返台探亲。那编号是939，那本国籍50多岁的女性，长期是居住在美国。那部桃可以说那整体不管是人员的 PCR、血清跟环境那应采的都已经采了，全部的检验的结果都是没有，都是阴性。那至于有一例到时候那时候是有微阳的情况，那经过我们再次的采检跟专家的判定，我们判定它是阴性。当当世界各国拢开始注武汉肺炎疫苗啊，不过咱台湾却是真歹摕到一个疫苗。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日表示讲，台湾原底要甲德国 BNT 注文500万吨的疫苗，其中可能是中国有咧阻碍，才害咱讲无成。另外也讲到中国疫苗若准技术性资料完整，也会考虑去甲中国买。媒体都批评我这些东西都为什么要保密啊？什么？说老实话，我是有苦我难言呐。原本至少要采购的500万剂德国 BNT 新冠肺炎疫苗，那像因为中国主动全无啊，去外界批评讲疫苗采购不利。卫福部长陈时中17上公布这部专访的时阵，头一届证实有口无得讲，有人无希望台湾伤欢喜。这个换约只是最后大家签名让它生效。那在最后一刻，那我也没有办法去证实说是一定是怎么样，不过只是不寻常了哈。陈时中表示，一直拢烦恼有外力介入，迄当阵是伫只甲 BNT 的总公司来直接，连新闻稿都准备好啊。不过因为合约还未完成，费税嘛无算讲是毁约。若是中国的新冠肺炎疫苗，陈时中目前头一届表示，大家若是有兴趣会当推荐。今仔日搁一届强调讲，若是技术性的资料完整，会当考虑去采购。技术性的资料，我们要求
是比较完整。不过我们相关的一个布局也渐次在完成，渐次在完成，不是说。有人说这个好，那我们就非买不可。若是卫福部立汤病院的群组感染事件，总共造成21个人致病，目前已经有6个人解除隔离。未来加强医护人员的分层分流，嘛会采用 App 自性化系统，更会当掌握医护人员的卡热。针对第863例护理师规家伙7个人致病，会研究相关的救助方案。另外，嘛延长1人1号的居家检疫措施，避免厝内感染的风险来增加。记者综合报道。过年了后，真侪公司拢伫其他日开工，毋过煞撞到大陆冷气团落南，各地头是愈暗愈冷，会一直寒到拜五。上届寒的时阵是拜五透早，也因为这阵冷空气较无水分，天气会较大冷。就专家也提醒民众讲，雪落来也着爱继续省水，因为看办势水情是无啥乐观。行伫咧路下看到大家衫拢有穿较厚，正月初6开工即天，北台湾天气有较冷。透早温度降到12度左右。气象局提醒讲，伫强烈冷气团落来了，全台湾各地愈换会愈冷。自过年了后，水汽减少，大冷的天气形态会一直到拜五。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预计在明天一整天到周五清晨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明天一整天来讲，虽然说水汽上面比今天减少了，在整个西半部地区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半部有局部的降雨。不过受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其实白天的气温回升不明显。伫拜三日暗了，各地将会是有感降温，台南以北低温会到10度以下。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透早甲日暗的温度有可能到8度左右。气象专家提醒讲，雪落来春雨甲黄霜啊雨的信号拢正微弱，水情食安的情形，恐怕一直到5月。水情还是很不乐观哦。预期呢，在未来这几个月，恐怕一直到梅雨季前这个整个从各种的中长期的这个预报来看的话，台湾附近的水汽都是偏少的哈。另外，伫菲律宾东南海面的热带扰动，因为海温有利发展，将会形成今年第1号风台导管。因果离台湾相对较远，对咱的天气无明显的影响，也无法度帮助中南部的旱象的解除。气象专家提醒全民要继续抗旱，继续用水。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北部地区开始落雨，昨暗北区的水资源局有伫石门水库加新竹的宝利水库进行人工催雨。来讲到南部高雄对去年的后半年较淡，因为降雨量是甲英国来比是减的到5成。淡水局也要提醒民众讲，这水就爱欠来用。2个。工作人员伫暗时放盐剂做人工真雨。受华南分系东移的影响，17号开工日变天，北区水资源局16号暗时8点外，分别伫桃园、石门、新竹、宝仪2个水库各放2支人工盐剂，希望增加雨量。但除了桃园、新竹，南部水情嘛有淡薄仔紧张。去年就是56年来第一次没有台风登陆嘛，所以造成我们的雨量降的就比较少，所以统计出来就是大概只有往年的1半。那也就是现在造成整个高屏溪的流量就是不如以前。根据水利署的水情资料，嘉南地区目前是减压供水的黄灯，高雄是水情提醒的青灯。虽然对民众无造成影响，但南部若继续无落雨，恐惊刷落来水情会真吃力。如果再继续的不好的话，或者枯旱期拉的话，我们就可能就会调整灯号来因应这个枯水期。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也希望极力的在做调度。南水局表示，南部水情目前也算稳定，每天会对高屏南河堰送10万到15万吨的水，予台南使用，减少台南水库的支出。透过调度互相支援，希望至少到7月进前供水拢无问题。记者陈焕武、柯正俊、詹淑芬综合报道。经济部伫今日召开水情会议，部长王美花表示讲，过年期间虽然有落一寡雨，不过对欠水问题帮助无讲介大。进前已经完成的桃竹双向大水管线，以及着新竹的紧急海水变正设施，拢对用水的稳定真有帮助。另外，嘉义县市以及着台南市对25开始水量也会减少提供。我们目前会进入到比较严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我们气象局的预测，
在2、3月的时候的水情还是偏少的。2月25号开始调整嘉义及台南的水情灯号，由原来的夜间减压供水的黄灯调整为减量供水的橙灯，而彰化、云林、南投、高雄调整为减压供水黄灯，连江地区为水情提醒的绿灯。因为欠水问题，经济部也开始把省水的措施列搁较宽，会把新竹、苗栗、台中的工业用水要求省水率对7%求降到11%，嘉义、台南的工业用水也是爱升7%，工业用水以外也着爱升10%。经济部也强调讲，目前爱对抗扩花，全台湾拢爱省水节事。讲到今仔日中南部的空气品质无讲介好，出现干马色的提醒以及着红色警示。今年空气品质常常出问题，环保署也讲这是受到天气条件影响。第一是冷空气直接入南，第二是每一阵冷空气之间拢会吹东风，中南部就会出现空气无通透的情形。开工第一天，中南部无好空气来迎接，高雄市下早有3个测站来到红色警示。今年开始，中南部空品较会有警报。环保署表示，因为今年冷空气南下频率增加，除了带来更较侪建华污染，另外前后坡冷空气中的时间，较会出现空气未流通的气象条件。冷空气跟冷空气之间呢，会有一个比较缓冲的回温的这个天气系统。那通常呢，这时候都是以东风为主，也就是西半部呢容易出现这个扩散条件比较差。环保署估计，这波冷空气到19号减弱了后，中南部的空品又搁会变差。中南部离空污季节，要负一直好的空气品质是真歹求到。地球公民基金会指出，这显示目前的减量依然是不足。地方政府提出的空污防治计划，让人烦恼根本是达不到有够的减污力度。如果污染减量很少，其实你看从今年1月开春以来，就证明现在污染量还是不足以应付这种气象扩散条件不良的时候的状况。也不管是故污或遗污的减量，其实它需要一定的量出来。地公指出，地方政府提出的计划并无邀请民间加入讨论，而且资讯并无公开，真歹接受监督。另外，伊嘛烦恼 PM2.5 对人体伤害，唔但爱看浓度，更加爱看成分，像重金属、戴奥辛等等，拢对人体有害。但民众吸入的时阵根本无法度知影。记者林文曾志成、明交款综合报道。今仔早起，大家拢赶要上班，不过伫新北市南口有一台载着丙烯的重公仔车发生冰车意外，也因为丙烯是真容易导火气体，相关单位也赶紧封锁附近的车路，连带影响到桃园捷运的运作。目前交通甲捷运路已经恢复正常啊。一个重公仔车的司机也表示讲，是因为伊驶车驶了伤过紧，当下发生问题才会发生意外。这台造车拄则自路口驶翻。规台车重心无在，直接向路边变过去，途中一个清灰色。警消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为封锁线，因为造车内面装的是高度的化学气体丙烯。现场是由我们分局跟消防队同仁暂时封闭。林口 B 南下交流道跟八德一路往桃园方向。那里面呢囤积了超过22000多公升的丙烯。本身丙烯的化学物质，它的特性就是我们高压的易燃的一个气体，也因此现场我们做了警戒，也做了交通的管制。大型机具出动，把造车吊起来，现场也继续侦测，就惊讲温度伤高会有爆炸危险。这件意外发生伫17号早3点外，这台载满丙烯的造车自桃园的高山炼油厂要开去高雄的南马坑，经过新北市南口文化北路甲北德路口时阵，规台车并伫交流道附近。姓陈的驾驶讲是当下歹去，车速伤紧才会造成意外。虽然无弄到其他的车，不过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的车道封起来，规条路拢塞车。A9 站呢，我们第3轨断电。那么在 A1 到 A8 以及 A10 到 A21 南北双向就南北2个回圈双向来进行区间的营运。另外，因为造车并结所在多伫桃园捷运的 A9 南口站附近，也配合排除作业，这项列车有方向调度。南口站暂停营运，因公车伫接驳，
预计影响1250人。伫停驶2点钟了，南口站伫10点10分恢复行驶，交流道也解除封锁，恢复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一日发生囡仔防虐待案件，伫台南有一个2岁外的查某囡仔，囡仔的双手腕拢乌青，家长指控幼儿园涉嫌虐待，也要讲要甲因告。这件事件，台南市政府也已经介入调查，会讲甲前因后果全部找倒出来。影片内底囡仔人直直哭，情绪真无稳定。家长提出相片，讲家己2岁半的查某囝双手的手腕全伤，怀疑是对因控的一间幼儿园受虐待。家长紧急联络幼儿园了解，嘛去调监视器。不过，园方却提供4倍速度的监视画面，增加勘验的困难。家长阁指控园方对查某囡仔安怎受伤的讲法定答是去甲要提告。当下跟我妈妈说是老师用的，因为我2月5号就报警了。然后虽然警方跟我说他当天就取得监视器，就是他已经有去拷贝了，可是我一直到2月8号我才看到啊。而且我看到的也不是一个很完整的档案啊，从头到尾都跟学校说，我要的只是知道说我女儿的手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会这样子。园方强调，离个炊事代志发生的这一天，囡仔人伫学校人拢好好，一直到暗头啊，才收到家长反映讲囡仔受伤。针对家长指控对受伤的讲法讲定答，园方回应是想要帮助家长了解可能造成的原因，也若提供4倍速度的监视画面，是因为档案伤大才有压缩的情况，未来会提供正常的影片予相关单位一切配合调查。一方面，沈老师是在回想说，会不会当下他在玩的时候，去爬到那个横杆上，去受伤的。后来呢，又想一想说，越来孩子如果说真的有不舒服的话，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会哭嘛，但是也没有，那表示说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个部分，会不会是皮肤的一般的一个汗疹啊，或者是一个瘙痒之类的。那后续的，如果我们调查的结果会依照是不是有违反儿权法的部分来做酌处？那如果有违反的话，我们会依法裁处这样子。台南市社会局表示，目前也无法度对监视画面内底确定有不当行为，有要求保全录影证据，嘛完成访谈，后续会联合警政、社政以及资讯技术人员等等深入调查查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部的育婴医院，近日逼出讲老师去互学校扣薪水风波。这阵老师今早起去到教育部申请，指控学校的校务会议记录全部是假。对97年开始违法减少老师4成研究费用，到去年底每一位老师大约去互扣买到200万。新春开工头一天，台北市6月31号，育婴营专10外的老师早起就到高雄来教育部申请，伫咧学校教册要40档的杨老师讲，学校97年到108学年，逐年的注册率拢超过9成，平均逐年是赚2000万。毋过学校说以招惊话来做理由，伫咧97年2月份开始扣老师4成的研究费。学校它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一直每年都有在抗议，但是学校都不理不睬。真正的老师指控学校偷改会议记录，讲述97年开始去互扣4成研究费，18年搁延伸到助理教授，累积到109年的年底，大家老师超去互扣买200万的薪水。去年10月份，兼任行政职务的3个组长向学校提起申诉，毋过煞嘛因为安尼去互撤除行政职务。不要再不当的扣薪，再来，我们拒绝各种形式的职场霸凌。教育部表示，教师退伍条例102年修正了后，私立学校若是无甲老师参详进程，袂当来改变。育婴伫咧102年了后无来扣研究费，会调查102年进程的定数，敢是有符合规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请学校来说明，然后我们也会来查证。那依照查证的结果会来处理。老师讲研究费去互扣遐侪年，毋是无意见，是惊去互数尾算数会无头路。毋过去年性约限甲宽球的案例，互因知影讲爱徛出来，才会当争取应该爱有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时啊，咱拢能四界去行村，毋过过年期间，花莲的本数却是增加真济。敢若花莲市就100栋，清洁队员是做无休，甚至海边啊拢是泡仔夫、烘肉了后的本数。
这是2013年花莲市南滨海边招标时所翕的画面，磅花顶拢是粪扫，有烟花炮啊，甚至也阁有生日电两句，满涂卡粪扫，让人看了真不爽快。放完的烟火，然后有庆生过的蛋糕，最主要就这两个，而且很有趣的是，它还是包成一袋一袋，它不是就是放完乱丢这样，它还有把它收集好放成一袋。你都已经收集好放成一袋，为什么不带回家？地底控种影片铺就网呼吁大家提出攻击性，也毋过大量游客涌入，带来粪扫量实在惊人，尤其是花莲市的部分，敢若春节7天连续假期，都有106栋，互清洁人员真无闲，无时间休困，拢伫大马路上食便当。记者焚化炉没有运作那我们大概累积的量大概有1000公吨，那全县目前大概累积到22000到24000公吨。我们队员在收垃圾的一个空档时间蹲下来在路边吃便当的一个状况，这就是我们清洁队员这段时间的一个日常生活。环保局强调，年假结束了后，大家会当转运100吨粪扫到宜兰离岛焚化炉收，也毋过未少粪扫因为无确实做好分类，地需要该个处理。各员工检点，环保局会加派人力，希望会当快速恢复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休寒过后，全国的高中以下学校拢延后4天开学，就是要进行校园的大消毒。亲像台中市伫咧后礼拜一开学之前，就要完成386间学校的消毒。这段期间，校园也无对外开放。清洁人员伫咧学校内底大消毒，除了伫咧公共区域、游戏区来转消毒剂，便所嘛是每一个所在拢爱注意。全国高中以下学校延后开学4天，就是为着要好好消毒。若是台中市长罗秀燕早起嘛亲身来学校，要实地了解消毒状况。那环保局大概要出动1200人次左右，要把我们的这个386所学校全面的进行消毒跟清洁，让4天以后，让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安心的返回学校。全台中市包括公立、幼稚园，还有高中级以下学校，总共有386间，所以必须要分配来作业，赶伫咧后礼拜一开学之前来进行全面消毒，确保学校的安全。若是环保局嘛提醒民众，各学校伫咧17到21这几天，会来暂停对外开放校园。从2月15号。也就是前天到昨天，我们已经消毒了80所学校，那后面还有381所学校啊，我们陆续就会在开学之前，也就还有4天的时间，会完成所有的消毒工作。初六是开始上班的头一天，毋过囡仔还未开学，互真侪家长烦恼照顾的问题。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若是照规定，家长会使申请防疫照顾假。若是伫咧高雄，嘛会伫即几天小连续来进行消毒作业。高雄市环保局表示，会对公共区域来进行大消毒，学校会负责上课空间甲交通车，来确保防疫绝对袂有空旷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疫情，接洗手、挂嘴暗，也着爱环境消毒。台东县政府宣布讲，对今开始到学校开学之前，各乡镇的观光景点甲学校拢爱进行大消毒。台东县政府过年了后，防疫消毒自17开始，要伫全县457个地点展开为期4天的大消毒。台东县环保局隆重派出160多名的清洁人力，先伫市区较热门的游客景点喷消毒水。清洁人员更加用消毒倒布设儿童游乐场的设施，来回回消毒一遍。官府统计，今年过年7天连假有超过100多万人次到台东旅游。虽然过年前已经全县消毒过一摆，也毋过为了防范过年了后疫情发生，官府有关高度戒备，搁大规模消毒一摆。这一次4天下来，的整个消毒的面积达到700万平方公尺，大概是700个棒球场这么大。这样玩起来当然是更好啊，对，因为毕竟年假过后嘛。过年期间，台东县也停收4天粪扫，早上下昼开始清运。今仔台东市就清运出325吨的粪扫。环保局表示，过年了后粪扫处理袂有问题。除了少量到外县市去做焚化之外，那大部分都会在我们县内的掩埋场在做掩埋或者是堆置。环保局有讲，过年期间台东县的粪扫量会比平常至少加出2倍，也毋过也伫会当控管的范围内，也呼吁民众做好资源回收和粪扫减量。记者综合报道。
所以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国际消息。伫印度的马德亚省16发生一桩交通意外，是一台巴士冲入去运河内面，上无有40位旅客死亡，当地警方也进行救援当中。这场交通意外是发生伫16早起1点多，是一台要开对萨德纳的巴士，却因为巴士失去控制，冲入去运河当中。详细事故原因，印度的警方也正在调查当中。讲到美国这几日拢受到暴风雪吞打，德州超过400万户停电。伫咧北卡罗来纳受到加利亚风的霜冻，上无有3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伫希腊雪也出现12年来上界大阵的雪，咱也赶紧做回来关心。伫德州有超过400万户家庭甲公司无电通经，官员要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60台发电机，优先供电予医疗院所。官方已经为1000位民众提供35个庇护所。We lost power yesterday morning, and the house started getting real cold, like around 2 o'clock, and then we got all the blankets out. We tried to all sleep together to keep us warm. Come to the cars to keep our phones charged, and then today when we got up, there was no water. 自明年暑打到德州的电力网络，因为电力需求增加，再加上极端天气加温，造成发电机组无法度跑。官员讲，问题是出伫咧发电，唔是配电，已经甲联邦机构、其他各州等几个单位联络，优先解决供电的问题。CNN 报道，这场威力正强的冬季风暴，16探过美国东北部，影响范围一直到新英格兰。北卡罗来纳州布伦瑞克郡出现连根风，造成死伤。至少50栋厝被损害，路树、电火条啊损害，造成几多千户无电通用。官方希望民众莫过去受灾区。But at that time, the storm was already on ground, causing damage. We've been talking with our partners at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and they were very surprised how rapidly the storm intensified. 澳洲有寒流，希腊首都雅典出现12年来罕见的大雪，已经雪拢是落伫咧山区。另外，规个希腊大陆加东海岸外口一寡雪列岛也因为大风停电。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去互军政府抓起来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16个去互加添第2项罪名，就是涉嫌违反天然灾害管理法。军政府目前是连续3天加网络切断。联合国也表示讲，缅甸的暴力冲突可能会愈来愈严重。这款是缅甸首都奈米多上大城市阳光。北部密支那市一个伫咧大城画成的卫星相片，有一位亲目睭看到军方想要压制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念影记者讲，有超过1000位示威者伫画成缅甸经济银行头前集会，正紧就10台军方的卡车来到位，军警用胶片向示威民众射击。另外有相关的报道讲，民众可能用查可拍，一个一张相片是翕到示威民众伫经济银行头前的路写着“阮要民主”。面对军事政变，街头示威继续。联合国特使安德鲁斯警告讲，反政变抗议人士继续伫咧大城市集会，也接到消息讲有军人自外地调过来。至少阳光是安尼生。伫过去，若是有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一般拢会发生杀人、失踪加拘捕的事件。暴力冲突的情形可能会升悬。安德鲁斯是伫咧目前被软禁的缅甸实际领导人翁山苏姬，16被控第2项罪名了，提出警告。翁山苏姬后一遍开庭审理的日期是3月7日。严格伊讲，军政府的法庭无所谓的公平，对审判结果无乐观。She was initially charged with illicitly holding possession of walkie-talkies. She's now got a second series of charges, which are to do with allegations of breaking the National Disaster Act. That probably relates to the fact that she was campaigning in November during a pandemic. ပါတီတော်ဒီမျိုးစနစ်အရာဆွေးနွေးညှိနှိုင်းခြင်းနည်းလမ်းတွေဥပဒေလုံထုံးလုံနည်းများအရဆောင်ရွက်ခြင်းနည်းလမ်းဟူတဲ့နိုင်ငံရေးယဉ်ကျေးမှုများနဲ့缅甸军方无顾到国际社会谴责，连续3天甲网络切断，也讲目前翁山苏姬甲总统温敏拢伫咧国家安全的所在，身体情形也正好。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有真侪香港的民众表示讲，因要伫网络顶头看台湾促转会网页，确实拢看袂到。不过透过海外 VPN 设过一年，就当看到台湾促转会网页。怀疑是香港政府故意封锁促转会网站。香港保安局确实无要加做回应。老实讲啦，香港政府也毋是头一届封锁别人的网站啊。
咨询香港便利署网站点入去，官网顶头声明，香港人自1月7日开始无法度连接哩，正式予香港政府永久封锁。因为网站内面有真侪香港民主派、亲建制派人士，也有警察甲记者的个人资料，和真侪人的生活做着骚扰。这是第一遍有网站供应商承认依照港版国安法封锁网站。在香港便利署了，也有其他网站被封锁。根据立场新闻的报道，在最近香港几落位民众试过，拢无法度连起哩台湾促转会官网。这个人透过虚拟私人网络 VPN， 经由美国等海外国家的伺服器，才法度入去。保安局回应讲，无评论任何警方执法行动的猜测。2018年成立的促转会，主要宗旨是伫海外历史的真相，并且促进社会和解，并且捌伫咧 FB 表示，将侪香港人选择移民台湾，远走他乡，并且有处无法度转去。昨的台湾竟然真侪今仔日的香港，也毋过促转会对官网被封锁是无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新年新开始，立法院的新会期也伫要开机咯。修法问题变作是政论焦点。另外，18岁公民投票权的提案，目前是朝野上届有共识的。另外，民进党团也是希望讲修宪公投，甲2022年的大选合作伙伴。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说是予国民党团明确指示，讲只要牵涉到变更国旗、国歌、国号的部分，绝对拢袂支持。立法院新会期虽要开始，修宪会是朝野攻防的重点。到目前为止，朝野提案包括下修18岁公民投票权、废掉监察院、阁考试院2院、修正宪法、修正条文前言，国家统一前顶不合时宜的文字，降低修宪限制等等，至少40案。其中18岁公民权尚有共识，立法院长游锡堃马欢喜甲4个党做伙推动。各政党有共识的，就只有18岁公民权，所以。我们当然很希望，就是说既然有共识，我站在国会行政的立场，既然4党都有共识，当然我的立场就很希望就是让它通过。从20岁降到18岁，这个看起来目前是比较可以达到的一些目标。那至于其他比较敏感的问题，包括修改国名啦、领土啦，甚至到这个所谓的5院之间是不是要变成3院，这一部分这个涉及的争议性的议题会比较多。那能不能顺利通过啊？我相信还要有关更多的一个沟通跟讨论。民进党团要拼修宪公投，甲2022大选做伙，会赶紧启动修宪小组，提出党团的版本，成为有高度共识的议题开始。敏感的国家主权等议题会搁再讨论。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嘛为国民党团的立场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只要牵涉到变更国旗、国歌、国号等部分，拢袂支持。国旗、国歌、国号这一种变更，国民啊，或者是国家定位的我们不会支持也不会提出那最重要的是，应该透过修宪，达到权责相符的一个目标。根据即摆修宪限制，必须爱先有1/4的立委提议，3/4的立委出席，而且出席立委3/4决议通过，才会当提出修宪案。目前立委总共有113席，意思就是爱有85席立委的支持，才会当进到修宪公投的定数，得到过半有效同意票，才会当通过修宪。这个限制会当讲真悬，因此时代力量甲民众党拢呼吁爱理性看待。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有共识的部分一定要让它通过因为这个已经慢太多了。先把有共识的先让它通过，其他的部分我们可以再慢慢来讨论。我觉得至少我们先突破。修宪会当讲是这届立法院立委的重要任务。为顶一个会期的来底大战了后，煞来要登场的行政改革，有料会互朝野的攻防再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公园边仔有几多间日本式的建筑，是日本时代专门咧招待大官的所在。因过捌改做是空军的眷村，后来煞拍远去，险险的去互拆掉。好靠在文化界甲民众拍拼保存，征收了后，这也变做是民众爱去行大好所在。有90多栋历史的日本时代老厝，藏伫像那玻璃，加添神秘感。过去则是专门招待日本高级官员场所。即马转型成做新竹热门的景点，无论是大还是少年人，拢真爱来遮散步，还是坐落来啉一杯茶，欣赏窗外的景致。
那因为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出国，那湖畔料亭这边是日式建筑，感觉就好像到了日本一样。其实这搭原本差小可，就互人拆除，好加在拆除进前，文化界甲民众发起保护运动，希望保留有特色的老厝甲景观，佮经过几啊冬的修整，总算互老厝中国活过来。把老房子、旧房子闲置空间加以改建之后，加以处理之后呢，引入新的产业，好比我们今天看到这里很多进驻的这些跟文化相关的产业，就可以让我们的居民再次的感受到这一个有形文资价值的魅力以及整个城市的活力。今麦每一间老厝拢有家己的特色，由民间业者经营，除了老建筑重新有新的生命，嘛带动附近观光人潮。在这边工作的确心情非常的好，那再加上我们经营的项目都是跟我们生活里面像是咖啡啦、茶啦、吃饭啦，或是伴手礼这样的一个息息相关的内容，所以大家来这里工作都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湖畔料亭有4栋，那其实是很漂亮。它在1931年的时候，日治时期就盖好的料亭，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它恢复到原来料理亭的这个功能。这几档老厝中生，成做文化界热门话题。除了会使互老建筑物顺利保留落来，变安怎扣挖古早厝甲人的距离，而且会使永续经营，嘛是料理判定规划时有咧思考的重点。记者赵君豪新竹报道。伫咧台南善化的动物之家，因甲外口的墙仔重新油漆过，而且佫画古水的图样起哩，要请人来遮行踏，增加动物互带转去饲的机会。这是台南善化的动物之家，专门收留一寡流浪、互人放饲的动物。搭徛伫外口的墙仔，看到五花杂色，人甲动物斗阵佚佗陪伴的图，实在是可爱佮甘心。我们这一次就是一改原本的白色的印象，就使用了比较缤纷的色彩与彩绘。我们是采用了绘本的形式。台南市目前有2大动物之家，分别设伫善化和南区。因为即摆政策规定讲禁止甲动物安乐死，动物之家就转型，成做是领养的基地，安搭管理遮的流浪动物，也办理一寡领养的工课。围墙的部分的话，是有一辆那个小火车，那并且有写着善化动物之家的招牌。那车上呢，不只载着民众，那也有载着一些可爱的小猫啊、小狗啊，他们可以一起进来我们这个园区。那象征说，我们善化动物之家除了是可以收容流浪犬猫的地方以外，也可以让民众能够来这边与小动物们一起同乐。动物之家即马有缘有收留一寡流浪动物，因甲园区的设施修理好势，佮甲墙仔用油漆，就是希望民众愿意入来行踏，凡是这动物就有机会找到好主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东港花桥市场的渔会中心，问题因的便所环境是真歹，为着要改变形象，渔会开500万起新的观光便所。人也学了讲，这是5星级的便所，观光品质也对咧提升。东港花桥市场的便所过去是无啥物人敢来用，早期因为通风无好，环境湿重，为着要改善地方的观光，渔会将便所大翻新。华侨市场哦，尤其是我们的厕所有分东侧和西侧了啊。过去的那个厕所都是阴暗潮湿啊，空气不流通，所以说常常造成异臭的味道啊。所以说今年呢，有一些这个游客的反应啊，尤其是我们在华侨市场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市场，所以说要让外地的人来这边买东西、采买东西，一定要让它有一个舒适的。这个如厕的空间，那所以说我们今年呢花了将近500万的一个设计建造，这样呢已经焕然一新。改建了的公用便所，唔但环境舒适，嘛以无做的风格加上植物的做景，提升空间甲数量，嘛互公用便所大大升级。新的里面比较不会有味道，比较干净，那也比较整洁。旧的话就真的。差很多了，环境比较脏乱，新的感觉让人家蛮舒服。让游客呢来这边买东西，吃东西呢，上厕所的时候，一个是享受5星级饭店的
的那样的厕所。议会总干事表示，改善整体设备，嘛对要来接观光的人有更较侪吸引力，欢迎乡亲有机会来到市场买鱼货、买食物，嘛会当感受海岸边的新体验。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食肉食三层，看戏就爱看烂摊。这句话表示讲，北馆当中的烂摊戏有影是使人痴迷。伫宜兰的汉阳北馆剧团是目前全台湾，一个是职业的北馆戏班，因重要程度去互文化部列做是重要的传承团队。今日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这顿食王爷饭的人，说出因的甘甜苦涩。伫台顶闹热的锣鼓社场，小段穿着戏服、以大红绣球引领新人进场。这款的传统婚礼伫现代是真少看到。因是来自宜兰罗东的汉阳北管剧团，1988年成立到今，即马是全台唯一的职业北管剧团。拄着重要年节，因游玩受邀到庙口表艺中心做演出，被看作是北管剧团最后香会。这天是农历12月16做尾期，宜兰母爷福德庙特别请来剧团做周成演出，演员保养家己化妆抹粉，准备登台。资深艺术李美娘28岁开始进入北管剧团，今嘛40年，伊讲做这道上辛苦的都是拄着风台落雨。遇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又不得不演，他那个整个掀掉，你知道吗？那个铁片就一扯，那时候我刚好是藏在那个头盔的箱子里面，然后他的媳妇。就被这个一削，缝13针，险把头都削掉。剧团西亚侪严格，西亚剧团爱经过4年的磨练，一直到第4年毕业考审核通过，才会当登台演出。我学戏大概快20年，可是我成为演员大概只有还不到10年的时间。北管最难的其实是在他的唱腔跟口白，唱腔他的音乐跟其他的剧种完全不一样。大将生来不可当，大将生来不可当，他要讲官话。伫演北管也演歌仔，是北管剧团秉持的传统。也毋过北管戏剧挡袂过时代考验，也出现传承轨迹。最风华的时候，1年365天能把规工的做戏。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光景了，基本上我就今天等他宝贝啊，老前辈也一一的凋零不在。这个团假如他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的话，整个台湾的北管戏曲呢就会走入历史。民俗学者林茂贤指出，北管的大锣大鼓在现代社会中被看作是噪音扰民。汉阳北管剧团已经封定落是国家级无形文化资产。对剧团来讲，演出不是为了赚钱，每一场无间丰富的演出都是为了文化传承甲实践。记者综合报道。北管戏咱看煞，咱来看到云林湖北国中的布袋戏社，因成立社团才一冬瓜尔，不过因拢真认真拍拼伫学布袋戏，对请翁仔念口白到文武场拢真拼死，咱也做伙来看卖。看这学生一人摕一身布袋戏翁仔，人甲真熟手。台词嘛是学生家己来念，就连文武场嘛拢是学生家己伫现场演奏。这就是云林县湖北国中的布袋戏社。进了布袋戏社啊，就开始练那个台语，然后可以就是念得比较流利，默契，然后节奏要算好，然后要多练习才可以发挥就是比较好的水准。伫咧布袋戏的重点发展县市云林，湖北国中成立布袋戏社，虽然敢若一冬瓜，不过学生囡仔是拢真认真咧磨练，每一场演出拢真用心咧准备。音乐都是配合布袋戏的身段，所以不只会了之后，还要知道说它运用在哪，要非常花时间，然后让他们耳熟能详这样子。布袋戏社对这个囡仔来讲，那是互因传承台湾的本土语言甲传统文化，嘛是互因成长甲学习团队合作的重要机会。要拉出正确的音准很困难，然后还要搭配锣鼓的节奏，这些都是要养成默契，需要花很多时间练习。包括本土语言，包括本土的文化，那甚至他们会更具有自信，有非常大的帮助。湖北国中的布袋戏社，伫咧今年1月7的云林布袋戏日，阁有通上台演出。若是互大家对这项传统技艺印象少年化，这个囡仔受到馆长甲侪民众的肯定，嘛变甲更较有自信。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民国60年代，国内大报社总部拢设伫咧放假，迄阵的画版印刷嘛真兴。有一位老师傅做印刷退休了后，也甲老印刷机即寡老古董送互在地册店，希望少年辈也会当知影这项产业。使用超过30年的M 版印刷机启动，老师傅熟练的将一张一张纸拢立架起。摸到黑色油墨的印字，就出现伫纸顶。刮掉以后再上。对啊，对。不过老师傅对油墨的色水无啥满意，佮提出口刀抹一言，体现画版印刷的幼稚甲心中。要安怎准则调整，所以男师傅讲真歹用讲的，因为这已经是做50多年来花日成的功夫。画版印刷有注字、刻字、排版甲印刷顶，每一步拢是学问。所好男师傅当年为刻字的师爷做起，也学排版，到后来家己开一间印刷厂。也毋过伊谦虚的讲，一切拢是做久变熟练。我15岁毕业以后来台北当学徒，当了现在已经也很久很久了，大概2、3天带完住哈，那个老板就来给你考试，什么字在什么地方。民国60年代，主要几大报社拢组织伫艋舺地区，也安尼，互艋舺成为印刷业上兴的所在。也毋过随着年岁大，甲外版印刷无时行，所师傅决定退休。原底想要将这个机器回收，互当咧研究外版印刷的设计师高炳雄知影了后，就送到时报出版社册店留存。对老师傅来讲，虽然是古董。是传统没落的东西，可是对新的年轻人来讲，对他讲是他第一次看到的新跟旧这个界定，要怎么去看待它，其实就可以发现很有趣的地方。高炳雄表示，希望当兵将听所师傅讲过，甲近距离接触到印刷机，进一步对于产生兴趣，就会当提升这项机器伫台湾传销的可能性。发现原来以前书很珍贵，就是看到原来是因为有这样的过程。那个年代的温度如何在未来可以继续发光，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画版印刷虽然工序复杂，也毋过却会当保留每一个字的怦然手感，又不来崩溃，加真歹取代的印刷温度。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姻未了，有一位艺术家，号做林清福。国校毕业了后，开始学雕刻。虽然后来有改图，不过有关对雕刻是真意爱。伊也利用下班的时间继续创作。伊唔但仅会晓刻茶，佫会晓刻石头。咱做伙来看卖。也刻到故事，一道一道耐心创作，这是婚姻未了的艺术家林清福。细汉开始学雕刻，后来改图食头路，也是对木雕真有热情。伊就去捡海边溪仔内底水流茶来创作，趁下班等到厝里自身木雕电桥路。很小就去学那个雕刻了。因为我们乡下哈，那以前经济都很不好，所以我国小毕业就去学雕刻。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休息一下，就开始每天晚上都刻。刻茶课刻无50档，林清福挑战自己去请教老师学习刻石头，刻出来思路上表情就亲像真人的微微啊笑，衫裙帽看起来敢若会顺风叮当。我是觉得石雕比较有挑战性，而且它那个都不会腐坏掉。刻台位柯老师哈。我有去请教他要怎么用什么工具，都是刻仕女比较多的，因为仕女她的那个体态啊，或者是她的表情啊，都很含蓄啦什么。林清福的创作结合茶考甲石头雕刻，行出属于家己的艺术风格。伊也大方甲朋友雕刻的方法，当作发展兴趣，带动当地艺术风气。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有拍蜡的传统文化，所以因会当去登记合法的拍蜡证。也因为2年一届，就要换一届执照。对部落的村长甲派出所透过广播放送，提醒族人就要会记得去换执照。一群人围做一连唱传统的原住民歌谣，这是因出去拍蜡进前的传统仪式。拍蜡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维持生活主要的活动，有真侪不同的工具。上界主要的家私就是鸟枪。枪支对我们原住民来讲说，真的是从早期荷兰人到日本时代统治之下啊，最开始有猎枪这个文化了。所以猎枪对我们当地的原住民，不管是我们布农族还有所有九族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款传统文化，所以原住民有招请是合法的，不过要申请登记，2年换交一遍。换证已经开始了，在这边呼吁啊，我们所有的原住民同胞啊，尽速到派出所来提出啊换证。原住民自制的类枪，每2年都要换发一次。虽然有招请是合法的，但是若无登记是会去互罚钱的。所以招请登记率上界悬的南投县信义乡仁和村，赶紧的提醒族人来派出所换照申请。我们必须要注意安全的使用枪支，随时假设枪内已有子弹，除射击之外，手指绝对勿举扳机，酒后绝对不能拿枪。法律规范融合人情，互原住民保留因的传统日常。原住民摕招请出去拍蜡，嘛有家己的道德规范，互硬冰冰的法律嘛有生活的气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巴基斯坦也受到疫情影响，就一位捌为着病大头家，决定要装作左别林的模样，伫街头巷尾娱乐大家。想要到影片铺上网络，2个月内就去因80万的买奖去观赏。下着夸大的骹步落楼梯，无说的跋甲倒向行，比仔囡仔看甲笑嗨嗨。伊是巴基斯坦版的卓别林，本名叫做坎恩，来自白沙湾一个散车家庭。本来伫咧路边摆摊卖囡仔这2年啊，因过因为疫情生意受影响，伊也破病。比拄则好的时阵，伫咧厝内看卓别林无声音的戏，就想着扮做卓别林，带予大家欢乐。चार्ली से मैं इसलिए मुतासिर हूँ कि उसका बॉडी लैंग्वेज वो साइलेंट कॉमेडी से लोगों को मुस्कुराना ये बहुत बड़ी बात होती है। साइलेंट कॉमेडी से लोगों का दिल जीतना ये काफ़ी बहुत बड़ी बात होती है। तो मैंने कहा क्यों ना मैं भी चार्ली चैपलिन बनूँ पाकिस्तान के लिए, ताकि ये कोरोना वबा का ये जो है ये भी एक साइड पर हो जाए, लोग खुशी की तरफ आ जाए, कॉमेडीज़ की तरफ आ जाए। 看跟巴基斯坦版的卓别林自造型、动作加表演形式，拢模仿甲正成，也真受欢迎。像伫咧人店内闹。 或者是人伫咧拍球，个人乱，拢互人笑甲心情更较好。वे लोगों को हंसा रहा है। तकरीबन साल हो गया है कि कोविड से हम नहीं निकल रहे, सारे परेशान हैं, सारे लोग परेशान हैं और वो बहुत मेहनत कर रहा है कि यार इंटरनेशनली अपनी जगह पहुंचाए और जो इतना बड़ा नाम है चार्ली चैपलिन को। 要下感恩甲伊的表演铺上网络，2个月内就80万人看。 मुझे YouTube पे मैंने वीडियो देखी, मैंने उसको देखा तो मुझे बहुत हंसी आई। 康恩讲，伊甲这种表演当作伫咧做善事，无收半仙钱，希望有一天会当参加电视或者是电影演出。以后若赚大钱，上大心愿就是回馈乡里，帮助善车人。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伫咧西佩利亚有一群人因专工景寒天，去到隔壁的河底唱水皮，讲要找宝贝，究竟是找到啥？咱赶紧来看卖。 伫咧落雪、零下20到25度的环境之下，全副武装的潜水人员收入去真硬的水内底，伊毋是咧挑战人体的极限，是有更较重要的任务。要伫咧3公尺深的河内底，找到有考古价值动物的骨头。过无偌久，唱水人员就找到物件。 Нет большего удовольствия, чем преодолеть такие трудности и увидеть то, что до тебя не видел ни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Артефакты возрастом в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миллионы лет. Это редкое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и азарт. 这是西霹利亚西南部库尔干托博尔河，当地捌伫8万年前形成冰河湖，所以清早当发现古早时代鱼仔的喙齿，或者是因的骨头，还佫有其他已经绝种的饲灵动物的骨头。 年代会当追溯到6600万年到117000年前。Из редких находок здесь как раз попалась косточка пещерного льва. Пещерного льва. Это большая редкость и тогда, и тем более сейчас. 前2004年，头一届伫咧即个河内底发现古早时代骨头了后，亲像即款伫咧极端真寒的天气，寻宝的行动，逐年拢会举办。不过，敢就一定爱伫咧寒天来举办。 Объяснение одно, что здесь зимой видимость воды или прозрачность воды гораздо лучше, нежели летом либо осенью. 目前潜水寻宝的任务成果袂歹，已经找到几啊种古早时代沙鱼、牛、马、甲狮仔等等的动物的模样，还佫发现早期人类使用过的工具。也若今年新的发现，照惯例经过专家的研究了后，会送去当地博物馆保存。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下半部天气写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对14度到19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19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